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有分析指，黃金版已經非常接近呢個底部。SpaceX 喺禮拜三8號正式加入納斯達克100指數後呢，不升反跌。星期五收市報$145，跌破$150嘅大關。聰明錢似乎已經開始流出人工智慧 AI 同埋科技股。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首先同大家睇下納斯達克指數新貴 ，SpaceX 咧喺8號咧就加入咗納指啦，亦獲得華爾街多家券商俾正面嘅投資評級。不過被譽為傳奇災難預言家嘅投資公司 GMO 聯合創始人 Jeremy 接受外媒訪問咧，則不看好。佢認為 SpaceX 未來咧更有可能迎來一場歷史性嘅崩盤，直指該公司當前估值咧，長期太空計劃以及人工智能嘅 AI 增長邏輯咧，都存在重大嘅問題。Jeremy 表示，如果佢嘅價格係合理嘅話咧，咁我哋咧就生活一個奇怪嘅世界啦。而且我哋好幸運，並沒有被自動化機械人朋友統治。佢所指係 Tesla 嘅人形機械人。馬斯克曾表示計劃利用 SpaceX 太空船將機械人咧送上火星。Jeremy 補充話，如果要去落注咧，至少咧有90% 會押注於股價大跌嘅一方。SpaceX 禮拜二收市咧就跌咗6.83%，報$149.47，跌破咗$150嘅關口。佢又質疑 SpaceX 增長前景。SpaceX 喺招股書中預計有28.5萬億美元嘅總體可服務市場嘅規模。其中咧90% 係嚟自人工智能嘅預測，呢個咧簡直係令人難以置信嘅。佢又指出，公司嘅 AI 產品同呢個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相比咧，僅屬三流水平。對於 SpaceX 提出嘅未來火星嘅建立殖民地咧，開採小行星並建設環繞地球嘅數據中心，佢認為呢啲目標嘅大多數咧喺嚴肅嘅物理學家嚟睇咧，都係完全不可想象嘅。此外，佢又感到市場嘅 AI 提升生產率嘅預期咧過於樂觀，為呢個咧卻正係 SpaceX 估值重要嘅支撐因素。國際清算銀行 BIS 被譽為央行銀行中嘅央行銀行，喺禮拜日發布年度報告中，呼籲貨幣政策制定者立即採取行動，以幫助維護全球經濟嘅穩定。BIS 副總裁安德烈亞承認，喺一個充滿高度不確定性嘅世界裏邊咧，各國央行已經面臨着複雜嘅面局。總而言之，喺其年度報告中就人工智慧熱潮帶嚟系統性嘅金融風險發出咗重大嘅警告。首先係同中東戰爭相關嘅通貨膨脹。呢場戰爭始於2月28號，美國同以色列對德黑蘭嘅攻擊。霍爾木茲海峽，世界上最重要嘅能源咽喉要道之一嘅關閉咧，給全球能源供應帶嚟咗衝擊噶啦，導致從塑膠至化肥等所有商品嘅價格上漲。此外 ，BIS 亦都對人工智慧投資熱潮持久性表示擔憂。科技巨頭們咧計劃將人工智慧專案上調超過1兆美元。國際清算銀行警告，其中大部分嘅資金來自不可持續嘅債務同埋不透明嘅循環融資，例如科技公司透過獲得人工智慧實驗室嘅股權嚟換取晶片採購嘅保證。人工智慧領域嘅資本支出激增咧，可能不可持續嘅，並存在引發全球金融調整嘅風險。該報告強調咗持續存在嘅金融脆弱性同埋金融市場過度樂觀嘅風險偏好嘅危險組合，並警告呢兩種嘅情況可能突然惡化嘅。報告稱，較高嘅公共債務水平咧，亦都係全國央行面臨嘅問題。
因為佢哋可能會發現自己陷入兩難嘅。一方面咧係需要加息以抑制呢個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咧又擔心加息咧會推高還債嘅成本，從而影響經濟嘅增長。呢啲緊張局勢中嘅每一個領域咧都可能得到控制，但綜合嚟講咧，佢哋有可能互相加劇並威脅金融嘅穩定。如果呢方面出現緊張局勢，例如利率或者市場情緒發生變化咧，就可能引發傳染效應啦。國際清算銀行亦都呼籲各國政府降低債務嘅水平，以協助各國央行喺經濟衝擊時咧維持回旋嘅餘地。最後佢表示，咁樣做咧係為咗捍衛呢一個基本嘅公共利益，即價格穩定同埋貨幣信心。冇咗呢兩者咧，經濟咧就無法運作良好噶啦。跟住喺7月6號，美國財政部內部一份報告草案將對人工智慧市場帶嚟風險發出警告，並將其關鍵嘅面向比作2000年代初網絡泡沫破裂時咧顛覆美國經濟嘅泡沫。呢份文件存在同埋內容咧先前咧並未被報道嘅，係由 Lotus 取得該文件同特朗普政府公開表態截然不同。特朗普政府一直致力鼓勵持續不斷嘅投資，以釋放指數級別增長嘅潛力。報告總結認為，人工智慧泡沫破裂嘅造成衝擊咧，唔會好似2000年代初期美國網絡泡沫破裂咁樣迅速嘅。但分析師預測，如果人工智慧產業暴利維艱嘅話咧，企業將會縮減開支，投資人信心將會喪失。經濟增長嘅速度咧，亦都會放緩。報告指出，股票市場、私募信貸市場、資料中心建設融資公司、雲端服務供應商、晶片製造商同埋公共事業公司咧，將受到影響嘅。分析師表示，人工智慧投資承擔風險非常巨大，以至現在金融體系嘅好多大部分咧，都依賴人工智慧能否達到提高生產力同埋獲利能力嘅預期。美國美林全球研究部董事總經理 Michael Hartnett 領導嘅團隊指出，最近咧科技基金主導嘅資金外流，錄得93億嘅美元創紀錄流出，與前一周錄出192億美元流入嘅強勁勢頭咧形成對比。而喺截至7月1號嘅隨後一個禮拜咧，美股基金贖回嘅規模咧擴大至172億美元，投資者轉移關注海外嘅股票，當中日本股市迎來7個禮拜以嚟咧最大資金嘅流入，達到19億美元。摩根大通策略師早前警告，美國半導體股咧相對於 AI 超大雲端服務商咧嘅極端表現咧，已造成不可持續嘅估值差距。雖然美光科技等公司錄得強勁嘅銷售預期，但標指咧已經從歷史高位回落，反映出投資者對大型科技股好似蘋果公司嘅信心動搖啦。除咗避險情緒升溫，投資者正將資金轉向固定嘅收益資產。固定收益基金近期咧吸納咗166億美元嘅資金，其中投資級別債券咧流入172億美元。高收益嘅債券基金亦都錄得近年最大規模嘅34億美元嘅流入，似乎聰明錢呢已經流出大型人工智慧同埋科技股嘅領域。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按下個鐘仔，呢個代表呢你俾我支持，請俾我點讚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咁樣可以令到更多嘅人呢睇到我嘅片。多謝大家支持。經濟學家奧尼爾之所以被稱為金磚國之父，皆因其提出金磚國家嘅概念，睇好新興市場國家嘅崛起。時間已超過1/4嘅世紀啦。外媒引述奧尼爾嘅表示，金磚國家已經接受越嚟越多嘅關注，而近期支付技術嘅發展改變咗佢哋對金磚國家，就係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同埋南非嘅建立替代性金融安排前景嘅睇法。佢更直言，佢常常開玩笑話，過去25年我哋根本就唔記得邊位美國總統提過金磚國家，但特朗普卻總把金磚5國掛在口邊。
佢繼續話，再喺18個月前呢，講金磚國家能夠建立某種嘅替代性嘅金融安排想法呢，簡直係天方夜譚嚟嘅。而之所以曾長期持續呢種睇法呢，部分原因呢係全球貨幣體系有好多思維模式呢都受到美國主導地位嘅影響。佢表示，近期去美元化，即各國貿易、投資同埋央行儲備方面呢，減少對美元依賴嘅努力，已經成為好多新興經濟體呢日益重視嘅目標。儘管美元呢仍然係全球最主要嘅儲備貨幣同埋貿易結算貨幣，事實上，金磚國家一直探討替代美元支付系統嘅方案，包括建立金磚支付平台，接連印度統一支付系統 UPI、中國人民跨境支付系統 CIPS 同埋巴西實時支付系統 PIX 等現有多個本幣支付嘅系統，以及研究未來使用央行數碼貨幣 CBDC 嘅可能性。去年7月，金磚國家研發名叫 BixPay 嘅跨境支付系統，以促進成員國之間使用本地貨幣進行貿易同埋金融嘅結算，降低對美元嘅依賴。卻即隨引來特朗普開火，揚言呢任何支持呢個美國利益相悖嘅金磚國嘅成員國將面臨10% 關稅。大家都知道噶啦，美國法庭呢已經將特朗普加關稅一事呢定為不合法。最近世界黃金協會建立咗一個模型，旨在解答呢個禮拜所有黃金支持者都喺度關心嘅問題。該模型呢對2026年黃金價格嘅預測，核心一個具體嘅數字呢就係4000美元。截至2026年7月10號，黃金價格為每盎司4125美元，白銀價格為每盎司60.12美元。因此呢兩種金屬呢都回吐咗上個禮拜就業報告發佈後價格上漲嘅漲幅。世界黃金協會呢喺2026年7月1號呢發佈咗2026年黃金年中嘅展望，並運用其專有黃金估值框架分析咗當前宏觀經濟嘅環境。該框架呢將黃金價格與實際收益率、通脹預期、美元匯率以及央行需求掛鈎。喺基準情況下呢，該模型對黃金估值認為每盎司4100美元，其價格嘅誤差範圍係正負5%，由此得出合理價值區間呢為每盎司3895至4305美元。黃金價格喺10號亞洲早上時段位於4125美元嘅區間，但僅略微超出。此外，世界黃金協會明確指出，如果金價跌破該區間底部呢，將會發生乜嘢事呢？就係持續低於4000美元嘅交易呢，可能會引發進一步嘅拋售。世界黃金協會喺佢哋嘅2026年中期黃金展望中指出，2026年6月24號，金價曾一度觸及3959.33美元，隨後反彈，恰好呢就測試咗呢個水平啦。而呢次反彈呢，並非偶然嘅。今年以嚟呢，黃金價格呢喺4000美元附近受壓，之前呢曾出現反彈嘅。呢個主要得益來自多個地區長期買家嘅內在需求。據世界黃金協會數據，過去4年呢，各國央行平均每年購買1000噸黃金。值得注意就係，中國人民銀行僅喺2026年6月呢就增持咗14.93噸黃金。根據聯儲局2026年6月發布經濟預測概要，18位官員中呢有9位預測年底前呢至少會加息一次。其實聯儲局嘅加息路徑呢比表面睇起上嚟呢更受限嘅。隨着利率上升，美國39兆美元嘅債務嘅融資成本呢亦都隨之增加噶啦。如果央行無法喺不給國債市場帶嚟壓力嘅情況下大幅收緊貨幣政策，咁樣佢哋呢就無法自由咁行動嘅。因此完全獨立於該體系嘅黃金呢，無論係利率上升啦、下降或者橫盤整理，都能從呢種陷阱中獲益嘅。儘管如此，道富環球投資、高盛、摩根大通都將2026年下半年金價目標設定喺4300至5000美元之間。
呢個都係高於目前嘅價格嘅。上個月黃金價格達到2022年以嚟咧超賣嘅水平，隨着價格進入我哋理想嘅目標區域咧，價格咧即將觸底嘅。經過長週末假期，交易盤咧重返市場，導致短期內咧出現一啲拋售嘅壓力。然，只要黃金價格維持喺$4000以上咧，我認為金價已經喺6月下旬觸底噶啦。從時間角度嚟睇咧，貴金屬價格喺6月下旬至7月初咧觸底反彈，同我哋一直關注2006年類似趨勢非常吻合。如果呢股嘅趨勢持續落去咧，黃金價格可能喺2027年咧突破$7000大關。黃金價格似乎已經喺我哋目標區間嘅下限觸底。如果收盤價逐步高於$4250咧，則將確定呢個判決噶。總體而言，我哋認為近期低點咧將喺牛市剩餘時間內咧保持穩定嘅，並預計明年金價咧將突破$7000添。至於白銀價格咧，正在喺我哋理想目標區間內觸底，但我哋不能排除喺7月上半個月咧出現最終回調嘅可能性。無論如何，我認為咧我哋距離一個重要低點非常接近啦。呢個低點咧應該會喺本輪嘅牛市中持續存在嘅。如果黃金價格如預測般突破$7000嘅話咧，咁樣白銀價格嘅目標價位咧係超過$150，似乎咧係比較合理嘅。到好少講嘅鉑金啦，鉑金價格咧一度短暫跌破咗我哋目標區間嘅下限，但我哋認為佢嘅價格咧可能已經喺6月觸底噶啦。鑒於黃金價格係鉑金嘅2.5倍，我認為咧黃金更具投資嘅價值嘅。我認為貴金屬喺6至7月接近關鍵嘅低位，呢個低位可能會持續到多頭市場結束嘅。從長遠嚟睇，黃金價格將達到10000至15000，白銀價格咧將達到$300至$500。截至7月11號，各項指數印記：道指報52637點，標指報7575點，納指報26281點，黃金報$4121，白銀報$60.01，鉑金報$1635，美匯指數報100.98。黃金價較1月創下歷史高位$5581後咧，下跌咗26%。白銀較1月嘅峰值咧$121.64，下跌咗50%。但黃金白銀樓市咧尚未結束嘅。呢次暴跌主要原因係紙黃金、紙白銀市場崩潰，由槓桿投資者平倉同埋聯儲局鷹派加息立場所致嘅，而非實物需求崩潰。世界黃金協會高級分析師禮拜二表示，中央銀行利用上月黃金拋售嚟增加官方黃金嘅儲備。中國人民銀行僅喺2026年6月咧就增持咗14.93噸黃金。呢次標誌住中國人民銀行連續20個月增加官方黃金嘅儲備，使中國官方儲備咧提升至2346噸。前邊亦都有提到，聰明錢似乎已經開始流出人工智慧 AI 同埋科技股。圖中呢一期咧，我推算整個股災週期黃金白銀最低同埋最高價。如果你未睇過咧，一定要去睇下。當時咧，我係用3月20號黃金價為$4643，白銀價為$72.63，道指係45577點，作為股災發生時嘅假設。根據2008年股災嘅數據，我推算喺股災初期，黃金白銀將緊隨股市先下跌嘅，然後黃金白銀就從低位反彈，並進入大牛市。喺股災初期咧，黃金會跌至$3830，白銀會跌至$42，然後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9919，白銀會升至$209。喺整個股災週期咧，道指咧會跌至23721點。由於喺未來股災發生時咧，黃金白銀價格咧會同我用3月20號嘅假設有啲高或者低嘅差別嘅。最近黃金白銀咧喺6月25號咧再創新低。呢個圖咧我係用今年黃金白銀喺1月20號最高位
6月25號最低位同埋每個月尾嘅收市價，跟隨2008年股災嘅數據，推算出黃金板喺不同價位嘅股災整個週期，黃金板最低同埋最高價咧就係咁樣計嘅，大家可以細心睇一下喎。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喎，變幻才是永恆，大家就要拭目以待。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喎。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